我的地盘。今天的行程安排是：第一个想到给拉布布穿绘女服的人简直是天才，带上我们的主角拉布布，直奔绘女民俗点，手艺人给她定制绘女造型，把惠安精神用绘女造型融入潮玩小世界。绘女服一穿，拉布布秒变惠安盟主，穿着它逛遍惠安街巷，石墙错落，渔港烟火，无不彰显浓浓的惠安风情。把拉布布往沙滩一放，海浪都能追着脚印跑。和潮玩顶流拉布布同框，就像是从民俗童话里蹦出来的画面，这不就是传统和潮流的双向奔赴吗？下次约会还要带拉布布吃遍惠安美食，逛遍所有古村古厝。毕竟在惠安，连潮玩都能打卡山海与人文的浪漫。你确定不来体验一下这份独特的感觉？